彼时有法利赛人甲文士对耶路撒冷来见耶稣，讲：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？因为食饭的时阵，因无洗手。耶稣回答讲：恁为什么因着恁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？上帝讲：当孝敬父母，佮讲咒骂父母的，必治死伊。恁倒讲，无论何人对父母讲：我所当奉予你的，已经做了贡献，伊就可以无孝敬父母。这就是恁照着遗传毁了上帝的诫命。假冒为善的人啊！以赛亚指着恁讲的预言是无错的。伊讲：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因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示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。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因讲：恁爱听，也爱明白。入口的袂会污秽人，出口的乃会污秽人。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伊讲：法利赛人听到这话不服，你知影吗？耶稣回答讲：凡栽种的物，若毋是我天父栽种的，必要挽出来。水在因吧，因是青梅领路的；若是青梅领青梅，两个人拢要落伫坑里。彼得对耶稣讲：请将这个比喻讲互阮听。耶稣讲：恁到如今也不明白吗？敢毋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腹肚内，佮流伫毛切内吗？唯独出口的是对心内发出来，这才会污秽人。因为对心内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证、妄毒，这拢是污秽人的。讲甲无洗手食饭，迄却无污秽人。耶稣离开迄边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。有一个迦南妇人人对迄地方出来，喊着讲：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！我如儿被鬼附了，辛苦。耶稣却一言不答。门徒进前来求伊讲：这个妇人人伫阮后头喊叫，请打发伊走吧。耶稣讲：我奉差遣，不过是甲以色列家卖失的羊迄边去。迄妇人人来拜伊讲：主啊，帮赞我。伊回答讲：毋好摕乳儿的饼等互狗食。妇人人讲：主啊，无错，但是狗也食伊主人桌顶落落来的喙油啊。耶稣讲：妇人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爱的，互你成全了。对迄个时阵，伊乳儿就好了。耶稣离开迄地方，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，就上山坐落来。有真侪人甲伊迄边带着摆骹的、青梅、矮狗的，有残疾的，甲一寡别的病人，拢囥伫伊骹前，伊就治好因。甚至众人拢稀奇，因为看见矮狗的讲话，残疾的转路，摆骹的行路，青梅看见，因就归荣耀予以色列的上帝。耶稣叫门徒来讲：我怜悯这众人，因为因当我伫遮已经3天，也无食会了。我无愿意因枵着转去，恐惊伫路上困乏。门徒讲：阮伫这野地，哪里有遮尔多的饼，叫遮尔多人食饱呢？耶稣讲：恁有偌济饼？因讲：有7个，还佫有几条细只鱼。伊就吩咐众人坐伫地上，摕着这7个饼甲几条鱼，足谢了，擘开递互门徒，门徒也递互众人。众人拢食，并且食饱了，收拾剩的零碎，装满了7个筐子。食的人除了妇人人、囡仔，共有4000。
耶稣叫众人散去，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。